新招式係，我二新招式係，你嘅新招式係咩啊？新招式啊？新招式係啊，鬆下手。熱身招式都係呢啲咯，都係呢啲咯，都係呢啲咯，都係呢啲咯。我話熱身招式，換電話啦！我諗緊一陣間個出場招式，跟住講。黑手指。佢又聲。係打和嘅佢哋，係1比1。唔使諗咁多嘢啊！OK，嚟啦，好就嚟啦。好煩咩？哇！中啦！79啊！喂！佢都係哇！咁進攻咧，當然冇咁準啦隻腳，但係可唔可以用腳踢嘅咧？通常我哋就唔會咁做，未見過㗎，係啦，就未見過嘅，係啦，因為冇咁準嘅，正常就應該就冇咁準嘅。我哋其實比賽係已經係法定時間已經法定時間完結咗。係啦，咁啊而家宣佈分數啦。OK，交俾球證 Connie。係藍隊14，仲有主動權添，第一個唔得，第二個唔中。Elton 搏咗一個波，接唔到啊！阿 J 嘅。好執波嘅時候，俾得好靚喎，Elton。地球挑戰賽榮登榜首嘅最佳神射手係 Anson Cole。好嘅，即係頭先已經見到啦，佢喺數據每一次。至於我哋閃避王嘅冠軍得主就係 Elton。講真，佢嘅閃避係奇招，可以話係從來未見過。落地盡力去復活王獎座嘅第一名，有2位同分嘅，係分別就係第2位嘅咧就係 Longman 同 Stanley 同埋 Ian， 至於得到2位係一樣分數啊，一樣接到咁多波。share，使乜即係擺公司，擺我個位度。Thank you。喂，派個代表攞杯啊！你哋唔攞杯嘅？隊長咧，快啲睇嚟。攞完杯之後，不如我哋都係。好啊！你若何時寂寞要在下，你叫那個也比一大。Come on， 人人兜兜轉轉顛顛縮撞下，這晚我會教你出地位。Love me 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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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ve me be my lover。Call me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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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 me， 請我大家。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， 等你別怕。約定最終不管走得多遠，未會鬆開手離群，沿途是你來回，將聲背後的初心未吻，洪流暴烈也要在頂峰把守。好嘅咯喎，各就位。Two teams ready。嚟啦，照舊啦，就係搶到多啲波嗰隊咧就會有進攻權先嘅，一嚟即刻，哇！呢陣就中 AK 同埋差。哇 ！Ira 都一齊嚟。好勁啊！好，最後一圈啦，最後一圈我哋嗌嗰下，嗌完就唔停。
個貼，第一隻貼。OK，thank you。係藍隊14，亞隊8分，藍隊10。恭喜晒藍隊！而家請雙方握手。俾啲時間佢哋慶祝下先。場續冠軍就係藍隊。我哋教練都一齊可以去領獎嘅，唔該晒 team 們。再一次唔該晒兩位教練。名就係L台。俾晒嘢佢攞。OK， 好啦，跟住請兩隊一齊合個照先。請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s 同埋 lik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頻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IG、Threads 同 Facebook 啦。